大家好，歡迎返到嚟奇遇科幻迷。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嘅書係喺衛斯理系列入面其中一部我認為係經典嘅作品，佢就係《透明光》同埋佢嘅續集《真空密室之謎》。呢兩本書其實係同一篇連載小說嘅上下兩部，合埋先係一個完整嘅故事，所以我都會一次過講晒呢兩本書。倪匡先生自己都有講過，其實透明人係經常出現嘅科幻題材，但佢寫呢個故事嘅時候就想嘗試用另一種方向去寫，其實都係佢一貫嘅手法，就係加啲限制俾嗰種特殊能力，令到得到呢種能力嘅人唔可以變成無敵，而呢啲嘅限制又好合情合理嘅，最後有呢啲能力嘅人都只係會有一個悲慘嘅下場。我哋而家就嚟睇下呢個故事啦。故事一開始，衛斯理嘅好友黃進喺埃及做緊一項水利工程，佢喺當地遷移一座古神廟嘅工程期間，發現咗一個神秘嘅黃銅箱。黃進知道衛斯理好中意呢啲奇珍異物，於是佢就寄咗呢個箱俾衛斯理。呢個箱嘅構造好複雜，表面上有100格浮雕，裝咗99塊小銅片，個樣其實應該有啲似我哋細個時玩嘅一種玩具咁，有9格，但只有8塊拼圖。要不停移動嗰8塊拼圖，將圖案還原。但呢個箱上面嘅拼圖係有99塊，還原咗拼圖就打得開個箱。衛斯理自己試咗好多次都解唔到，之後佢就走咗去揾黃進嘅細佬黃賢幫手。黃賢係個數學天才，幾下就解開咗個鎖。但個箱打開嗰一刻，一道奇異嘅透明光射咗出嚟，黃賢即時全身嘅肌肉同埋毛髮都全部變成透明，只剩低一副白骨，變成一個骷髏人。佢喺好驚嘅情況之下攞咗個箱就走咗。衛斯理嗰刻都嚇到呆咗。之後佢去咗黃賢屋企睇下揾唔揾到佢，但就只係見到黃賢嘅未婚妻燕芬。經燕芬口中得知黃賢同佢研究工作嘅指導老師羅蒙諾教授好熟，可能會去咗佢屋企，所以衛斯理同燕芬就一齊去咗教授屋企問下黃賢嘅下落。不過教授同佢嘅管家都話冇見過黃賢，兩人唯有翻返去黃賢屋企。之後警方通知佢哋喺一個懸崖邊見到黃賢架車嘅殘骸，但又冇發現屍體。衛斯理去到車禍現場，見到車入面完全冇血跡，覺得呢宗意外係假嘅，又開始懷疑教授有問題。而燕芬因為太過擔心黃賢，又覺得衛斯理有啲嘢隱瞞自己，於是佢就瞞住衛斯理，自己再去教授屋企。但結果今次佢一入屋就被冷血殺手勃拉克用槍指住，再逼佢入咗一間黑房。而佢喺呢間房入邊竟然見到佢一直揾緊嘅黃賢，但黃賢因為自己已經變成骷髏人，燕芬一路追佢，佢就一路避開，無意之間喺佢嘅衫入邊跌咗嗰個黃銅箱出嚟，跟住個箱打開咗，透明光再次射出，今次射咗去燕芬身上，佢即刻都變埋骷髏人。佢哋兩個好驚，好慌忙咁逃出咗教授屋企，再坐上咗黃賢嘅遊艇，去咗一個無人荒島度生活。後來衛斯理聯絡警方，利用直升機四圍揾佢哋嘅下落。佢哋喺海上發現咗黃賢隻遊艇，最後揾到佢哋。衛斯理就隔住帳幕同佢哋兩個傾偈，知道佢哋兩個嘅處境好痛苦。衛斯理就誓言一定會幫佢哋揾到還原嘅辦法。而嗰個殺手勃拉克亦都因為接觸到嗰個黃銅箱而變成埋透明，但佢就變成咗全透明人，唔似黃賢同燕芬咁變成骷髏人。衛斯理要對付一個睇唔到嘅敵人，真係好棘手。透明光嘅上集就係講到呢度完結，續集真空密室之謎就由埃及開始。衛斯理去埃及揾黃進，想問清楚關於個箱嘅事。佢到埗之後就自己一個去咗蘇拉神廟嘅地下室，諗住抄寫祭室入面嘅古文字，打算調查同研究一下。呢個時候羅蒙諾教授都喺神廟入邊，佢捉咗一個索帕族嘅酋長伊格，想從伊格口中得知透明光嘅秘密，因為索帕族就係嗰個黃銅箱嘅主人。索帕族嘅背景我留翻喺最後先補充，而家繼續個故事先。教授拖住已經被打到面目全非嘅伊格酋長入祭室，見到衛斯理喺度抄緊石上嘅古文字，佢就用槍指住衛斯理，再槍殺咗伊格，諗住要嚇衛斯理。
要佢講晒所有有關透明光嘅秘密。但點知最後教授被衛斯理反殺，然後衛斯理就攞走咗教授身上嘅記事簿就走咗。跟住衛斯理去咗開羅揾專家翻譯文字，途中又聽到有一個失蹤金字塔嘅傳聞，於是佢就登報紙，諗住請個響度艾柏應徵。但衛斯理覺得艾柏嘅行為有啲古怪，就跟蹤佢，發現佢同一班阿拉伯人有聯繫，呢班人叫費沙族。結果衛斯理被佢哋捉住咗，之後衛斯理要同部族入面最強嘅快刀手決戰咗幾十分鐘，最終打成平手。而衛斯理就贏到費沙族族長嘅尊重同信任，佢仲親自帶衛斯理同艾伯去到嗰個隱藏咗嘅金字塔。佢哋三個人帶齊裝備入到金字塔內部，俾佢哋揾到一個盒仔，盒仔入面裝住咗色彩艷麗嘅礦物。佢哋就一心以為係揾到反透明光啦，就攞走咗呢個盒返去佢哋喺沙漠嘅帳篷。點知喺帳篷入邊，個盒仔射出嘅光係變咗白色，而衛斯理同艾柏兩個被呢啲光射中，然後就變埋透明人，係全透明嗰種。但費沙族族長冇被光射到，所以佢冇事。衛斯理變成透明人之後，親身體會到嗰種恐怖同不安。衛斯理諗翻，明明係同一件物質，但頭先喺金字塔入面發出嘅係色彩艷麗嘅光，但出到嚟就發出白光。以佢嘅推斷，應該係個盒內嘅物質喺正常環境下係發出透明光，要喺金字塔內呢啲接近真空嘅環境下就會發出反透明光。於是乎，佢同艾柏兩個決定再翻入去嗰個金字塔嘅底部嘅密室，再試下用盒內嘅光將自己還原。但差唔多去到密室時，衛斯理發覺佢哋冇帶氧氣樽，所以翻轉頭去攞。但到佢攞完再翻去密室時，發現向導艾柏已經因為缺氧死咗喺金字塔入面。可能艾柏太心急，未等到衛斯理攞氧氣樽，就想繼續行入個密室入面。而最後衛斯理自己就順利回復正常。衛斯理帶埋塊礦物返到香港之後，殺手勃拉克因為冇辦法回復正常，又頂唔順變咗透明人之後嘅痛苦，最後吞槍自殺。跟住衛斯理向朋友借咗一間真空密室，邀請黃妍同燕芬入去打開個盒，等反透明光幫佢哋還原。但佢哋入咗去一陣，衛斯理再打開門嘅時候，發現兩個人竟然已經消失唔見咗，只剩低佢哋嘅衫同埋氧氣罩。而嗰塊礦物就已經唔再發出任何光線，變咗灰色嘅普通礦物，最後仲化成灰添。至於黃燕同燕芬係生係死，衛斯理始終揾唔到答案，呢個就變成永遠嘅謎團。佢一直自責，話自己犯咗一個大得不能再大嘅錯誤，錯誤咁以為金字塔係真空嘅，以為嗰礦物會喺真空環境之下發出反透明光。但黃燕佢哋嘅結果就證明咗衛斯理係錯咗。金字塔內部可能接近真空，但肯定同真空唔同。嗰塊礦物極之容易變質，喺普通空氣中佢放出透明光，喺金字塔內嘅空氣中佢放出反透明光。咁真空狀態之下，佢又會放出乜嘢呢？喺故事完結前，佢講出咗兩個推測。第一個就係嗰嚿礦物喺真空狀態之下放出只對動物身體起作用嘅高度熱能，令黃妍同燕芬即時氣化咗，所以舊礦石都變成灰燼。第二個推測係佢哋已經變成全透明嘅隱形人，但因為恐懼同埋唔再信任衛斯理而走咗。但實情係點，冇人會知。仲有倪匡先生都係將整件事同外星文明拉上關係。衛斯理將舊礦物剩落嚟嘅灰燼拎咗去一個著名嘅實驗室化驗，發覺物質並唔係地球有嘅嘢，係可能嚟自第二個星球。最後其實仲留低咗另一個伏筆，就係殺手勃拉克手上仲有一嚿大嘅神秘礦石，但佢人已經死咗，嗰嚿礦石去咗邊度呢？如果勃拉克冇收埋佢，被其他人揾到，又會變成另一個悲劇啦。嚟到呢度，故事就完結啦。喺呢度補充翻索柏族同透明光嘅關係，依家係索柏族嘅最後一代酋長。索柏族原本係南美古印加帝國嘅一個部落，佢哋因為接觸到呢種神秘礦物而變晒透明人，佢哋仲被稱為睇唔見嘅神。呢個部落後來帶住呢啲礦物四處流浪，直至去到埃及先揾到還原嘅方法。
倪匡先生寫呢個故事嘅時候，咁啱佢好熱衷於養熱帶魚，而其中一種來自南美嘅熱帶魚就係透明魚，俗稱為玻璃貓。呢種魚嘅身體部分透明度極高，可以好清楚見到晒佢哋嘅骨骼。所以呢個故事入面就有兩種透明人，一種係全透明，另一種就係好似玻璃貓咁嘅半透明。而倪匡先生亦因為觀察到呢種魚有住強烈嘅自我恐懼感，就算餓死都唔接近其他魚，於是就將呢一點放埋入故事嘅角色之中，令角色更有質感。呢種透明魚嚟自南美，就令倪匡先生可以聯想到古印加帝國喺南美建立嘅高等文明嘅消失係同透明光有關，佢哋只係因為接觸到神秘礦石而全部隱形晒。咁樣倪匡先生就破解埋古印加帝國消失之謎，真係勁。透明魚、古印加帝國同埋金字塔等呢啲完全冇關係嘅嘢，但喺佢嘅想象之下，就可以用一塊發出透明光嘅礦石橫跨南美、埃及同亞洲，歷時幾千年，將所有嘢拉埋一齊，成為咗呢本咁好睇、咁緊張刺激嘅小說，真係不得不佩服佢。最後呢個故事一貫倪匡先生嘅作風，總係會令到嗰啲有特殊能力嘅人結局悲慘。今次講到透明人呢個題材喺科幻小說或電影中出現過好多次，但甚少會好似倪匡先生咁寫，唔係寫佢哋因為變咗透明而可以為所欲為，反而係寫出佢哋因為透明之後嘅痛苦。就好似一個人一旦變成透明，佢身上唔能夠有任何衫褲鞋襪，要全裸咁生活。夏天時腳板底又熱到飛起，冬天時又凍到死下，又唔可以同人講嘢，所以殺手勃拉克根本帶唔到任何武器去殺人，大大減弱咗佢嘅戰鬥力。而且仲有一個最大嘅問題，呢個問題係我睇過講隱形人嘅電影中都冇講過嘅，就係當你變透明之後，你差唔多會失去全部視力，因為所有光線都會直接穿過你身體嘅所有部分，包括視網膜。冇光線可停留到喺視網膜上，就即係你睇唔到嘢。所以殺手勃拉克最初知道自己變成透明時係好開心，但好快就知道完全係另一回事。而衛斯理同艾柏變咗透明之後，佢哋都要幾經辛苦先可以去翻嗰個金字塔底部嘅密室。衛斯理自己都有講翻佢變透明之後視力幾乎等於零，佢話自己好似身處於一場最濃嘅濃霧之中，當咩都睇唔到嘅時候，變透明人嚟仲有咩意思呢？今集我哋講咗好長啦，就講到呢度，我哋下集再見。如果你喜歡我哋嘅 channel，請記得 like、share 同訂閱，多謝收聽收睇。